大家好，為響應第15屆全運會，香港科學館籌辦咗一個運動與科學嘅專題展覽，而當中展區7動感生活所展出嘅身體解碼，俾市民更加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從而協助管理健康。而家就等我同大家一齊去體驗下啦！展覽除咗介紹國家體育事業嘅輝煌成就，仲有超過20組互動展品俾大家親身體驗各項運動嘅精髓，例如場地單車嘅速度、高爾夫球嘅準繩、劍擊嘅進攻、排球嘅高度等，全面理解運動與科學嘅關係，鼓勵大眾養成健康積極嘅生活方式。展覽期由2025年10月24日至2026年2月25日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